这首好了，可以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心的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心的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这时候我们拍手荣耀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谢谢，请坐。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
一梦，主的灵浇灌你们。儿女们呀，你们要说异象；少年人呐，你们要见异象；老年人呐，你们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神灵，神灵，欢迎你来，神灵，神灵。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百姓。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们啊，你们要说语言；少年人啊，你们要见异象；老年人啊，你们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儿女们啊，你们要说语言。少年人啊，你们要见异象；老年人啊，你们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神灵，神灵，欢迎你来，神灵。当愿降临我们中间。不管我们人到哪里，神的灵必在我们这里。我们想展望我们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在我们的身边。感谢主，每日每日、日日夜夜的看顾，献上感谢。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
神，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听人的主阿爸爸上帝，阮献上感谢。在这寒冷的天气中间，你阁引带阮来到圣殿，来甲主相甲祈祷。感谢主，你圣神的保守甲看顾，恳求圣神你来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来看见主你的听堂，看见主你的阳光，感受主你无限的恩典甲听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今仔要来读《申命记》18章15节到20节吼。咱台语甲华语拢会当吼，咱同齐来读来。上主，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恁着听叹伊。恁伫何烈山聚会时，对上主恁的上帝恳求讲。唔通互阮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嘛唔通互阮阁看见上主伫火焰中显现，才免阮拢死。上主就对我讲，因讲了真对，我要伫因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你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交代伊。伊要将我的命令传达予人民，伊奉我的名传达的话，人若唔听，我要甲因刑罚。毋过先知若大主大意，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伊讲的话，也是奉别个神明的名讲话，迄个先知就死。好，今仔日。亲像摩西的先知吼，亲像摩西的先知。以色列百姓伫个摩西会带领伊的下面离开做奴隶的埃及地，经过40年久的旷野生活，即马要渡过约旦河，要来承受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申命记就是讲重新西奈山的命令。伫这本册有记载，摩西以色列百姓宣讲3遍的内容。伊嘛以色列人颁布真济指示吼。伫当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算讲会当结束啊，新的生活要搁开始。伫这重要的时刻，摩西伫个迦南东方的摩押平原遐聚集以色列百姓。搁一遍将上帝的教示来传予因，是因为新的一代是伫个旷野出生成长，无经历过10个灾祸，嘛无经过红海、西奈山的10条界等等这些事件，所以需要重新来解说律法。伊提醒以色列百姓讲，爱记得过去经历上帝大溃来的拯救。爱伫生活中遵守上帝选民的规矩。摩西嘛警告因讲，爱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顺服上帝
才会当伫永稳的迦南地安然徛起。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面对当地文化的影响甲诱惑，有可能互因真紧就袂记得上帝选民的身份。因为安尼的缘故，上帝为因备办4种人，就是《申命记》16章、18节到18章22节所记载，有审判官，有国王，有祭司，阁有咱拄则经文所读的先知，帮助因调拔，而且坚定持守因的身份。伫咱所读的今仔这段经文一开始，话头就讲到伊的目的。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恁就听叹伊。这位未来要接受权柄的先知，虽然毋知影伊真正的身份，毋过咱会当确定，是伫咧每一个无共款的时代，上帝拢会差派亲像摩西的先知来教示以色列人来顺服上帝的命令，而且佫记牢因是上帝选民的身份。16节安尼讲。恁伫何烈山聚会时，对上主恁的上帝恳求讲：毋通互阮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声，嘛毋通互阮阁看见上主伫火焰中显现，才免冤枉死。这嘛是即礼拜一新眼光读经的经文，详细伫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17节所记载。以色列人聚集伫西奈山下骹。上帝降临，而且赏赐因10条诫的情形，因感受到上帝话充满权能，对因性命有威胁，所以当上帝要因讲话时，以色列人就授权摩西，成做因甲上帝中间的桥梁。这款的授权，毋是干那限伫摩西个人尔，伫以后。上帝嘛会兴起像摩西的先知，成做迄个时代的代言人。这个先知的声音，伫上帝的选民的生活中间，毋是假野的。虽然先知的声音有当时公开指责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互因惊愧。但是，这个声音却是以色列中间袂使无的要素。这个信仰的团体上重要的特质，是爱谦卑接受上帝的命令，并且斟酌听先知所讲的话。那安尼讲，先知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伊的责任会当分2个层次来讲，一方面。摩西主张这个先知宣扬上帝话语，是以色列人生命重要的基础。那安尼，先知有真重要的威严、权威，以色列百姓应该加倍敬重甲尊重因。毋过，咱对圣经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咱发现这并无全是事实。先知。真忠实来传达上帝话语，却定互气杀、互排斥，也是拒绝。正人嘛时常毋听叹顺服先知，有当时甚至将先知当作敌人。所以摩西伫18章19节特别提醒讲，先知爱做上帝的代言人。谁若毋听，谁就爱受刑罚。另外一方面，咱拢听过一句话，讲权力互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互人绝对的腐败。所以要对有重要权柄的先知传达上帝严厉的警告，讲。如果若无我的命令，
却大主大意用我的名发言，或者是用别个神明的名来发言的先知，伊必须要处死。虚假的先知可能用别个神明的名来讲话，也是照用上帝的名发言，这两种方式拢歪错了上帝的旨意。真真正正的先知应该大声听上帝讲的话，然后忠实传达给以色列人。毋过，虚假的先知无领受着上帝所讲的话，却假做讲已经领受啊，然后用伊家己的话来代替。伫圣经中间，咱嘛捌看过即款的例。也因为上帝要求真严格，有的先知想要将上帝的话来拍折，也是用互伊的话变作较温柔、较温和、较无遐尔威胁性。先知若安尼做，伊所传扬的信息也是话语，其实拢是推测以后的内容，甚至无符合上帝甲人所立的约。换一句话来讲，先知所面临的考验甲诱惑，有可能是世上的压力、政治的威胁、人情的包袱啊，也是利益的冲突等等，来屈服、来让步，至到答应讲出虚假的信息。陷入这款的诱惑的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忽略，也是袂记先知受呼召的身份。反倒转去见证其他神明，宣扬另外一位神明，遮见证遐个虚假偶像，遮个拢是完全违背上帝的信仰。咱若将授权的先知甲偶像的崇拜放做伙，这嘛提醒咱需要反省教会的本质，因为先知所要传达上帝话语的对象是教会的正行者，即个信仰的团体。即摆重点并毋是讲先知的本质，反倒当是教会真正的本质。换一句话来讲，真正的教会会听见先知所讲上帝的话，无论带互因偌济偌大的困扰，也是惊吓，因犹原愿意谦卑恭敬来领受，来遵守这话语。对咱这个有限、平凡，也是软正的人来讲，上帝老仆所传讲上帝话语，有当时定是艰难，是有挑战性的话语。若是咱心中拢真毋茫，先知这话，拢会当较平平、较温柔的，莫遐尔刺激，莫带有任何挑战的，也是拢讲一寡好听的话。那安尼，即款互上帝话歪错，也是互先知无法度忠实传达上帝旨意的试探，往往慢慢一步一步，让教会失去本身的特质甲使命，嘛互上帝甲咱所立的约受到严重的破坏。只有当教会的兄弟的会友听见上帝老仆传扬上帝的话，而且愿意勇敢去接纳、去顺服的时，因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甲喜乐。咱三个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你是阮的头，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知的，你嘛是差遣摩西甲以早这正先知的主。你高中先知传扬的话语是遮尔稀奇，你的要求时常互阮惊吓、存足、袂食袂困，也是爱阮打出阮感觉好势好势的生活方式，来完成、来执行主你所爱阮完成的任务。
就安尼，阮常常毋愿听趁主你的话语，或者是想要降低你的要求甲期待。求上帝圣神你怜悯赦免阮的软弱，嘛赏赐阮有够业的勇气，拒绝领受虚假的话语，会当愿意认真谦卑来领受主你真的信息，互阮继续有气力来跑走天路，来甲主你有好的关系。愿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咱来感恩祈祷，咱感谢掌管万有的上帝，总是按照伊的慈爱，将上好赏赐伊的儿女。咱搁一遍会当将咱心思意念来主来对齐吼咱感谢主。第二个，咱感谢上帝用真理来启示咱，用听来点导咱的心，用勇气来激发咱内心的想法。而且用行动来丰富咱的生活，咱为了一切所领受一切来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上帝，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总是按着你的慈爱，把最好的赏赐给你所爱的儿女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将自己的心思的意念来向神来聚焦，来对齐。主，谢谢你用真理来启示我们。用爱来点燃我们的心，用勇气来激发我们内心的想法，更用行动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主，谢谢你
谢你为我们设立听堂无限的主阿爸爸上开帝，这样阮感谢你。谢谢你才是阮爱凡事感谢，因为是每一项代志顶面，主你互阮拢有好的学习，要互阮来成长。感谢你无限的听，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经历着真正活活的主。主，阮感谢你，感谢主，你用无共款的方法，无论大小，主你拢来甲阮讲话，互阮这中间，阮会知影，会当知影主你的旨意，会当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主献就感谢，感谢主你遮尔无限，遮尔大的疼痛，互阮会当做你的宝贝的儿女，阮感谢你。献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为了全球，为了国家，为了城市来祈祷。来，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已经进入第3年，面临西方的支持慢慢来衰减来挑战。乌克兰的百姓甲总统无正做孤单求上帝来掌权，来掌管众人追求和平、自由的权利甲需要。第二个，北极风暴唔那是美国尔，进前欧洲甚至咱台湾这2天嘛天气真冷，造成有100外人因为安尼来过身逐所在拢有危险的低温上低有甲零下50度，求主保守伫这风暴会当紧过去所受影响的灾民嘛会当紧恢复嘛，互咱台湾这2天天气会当讲紧恢复正常嘛，为了咱人类管理地球无拄好来认罪来第2个台湾今年开始有1年的做兵的兵役。那两岸甲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毋是靠这个武器求主上帝来祝福伫两岸有明醒的心思，互恁来和平会当到伫咱徛起的所在。那第4，桃园是唯一人口有正成长的都市6都之一。那感谢主，互桃园成做生养济的都市嘛，愿主圣神来祝福，互桃园成做是好徛起的所在咱为了这个来献上祈祷。谢谢我们谢谢你的感谢你，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城市来祷告。主，谢谢你的能力，谢谢你就在这当中。我们相信主你掌权。虽然我们的乌俄战争已经是第3年，但是主来我们对你激起我们人民的心，主我相信每一次的战争每一次的征战，它来的不是我们来的，是你要教导我们的心灵在这当中。主要为了台湾要恢复1年的以来的一起来祷告，这个来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在这个事业当中的人能够学习，能够有所建造。我们为了这1个礼拜的天气非常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乌俄战争进入第3年，我们求主你来让这个战争能够和平，让每一个生长在那边的百姓都能够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就是幸福的国度，让他们能够很平安的生长在他们的国度。求主你来让这个和平进入到他们的国家，让他们渴望的心能够有幸福的家，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爱用和平的心进入到他们的心中。求主你也为那个现在气候变化失序，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好爱地球、爱大自然，尽一份心力。希望主你能够带领人们都能够渴望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平安与盼望来到他们的心中。求主也为我们即将就是为那个对
求主，我们也为那个台湾兵役的后备军人来祷告，求主你为他们不要用武器，用和平的方式，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居住有平安，有和平在他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也为桃园现在的建设，还有人口不断的成长，求主你来赐给这个市府团队能够更有智慧，能够来建设打造桃园。每一个建设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用安全合宜，使桃园成为一个幸福有爱的城市。愿主你来让我们的桃园都成为国家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咱继续为了教会来祈祷。咱首先为了聘务这个代志来祈祷吼。求上帝来带领吼，伊所备办的牧者来到教会，咱众兄弟当甲牧者三角有共同目标的意向来建立传承，来兴旺教会，来复兴咱兄弟吼。第二这礼拜六教育部所举办的信徒讲座，已经有超过100人吼报名吼，未报名的兄弟，线顶的兄弟嘛赶紧报名吼。求主温故咱的讲员陈必志牧师伊的嘴吼，透过伊的开启伊的属灵的视野吼，来激励咱兄弟吼。1月28，咱是邀请迄个台北南港教会前任的前主任牧师柯英洪牧师来勉励吼，有缘恳求主来温故伊，互伊所讲的话拢有圣神的馈力，来激励咱兄弟。1月28，社区关怀健康的资讯甲各种的兴趣班拢有咧开课吼。有兴趣的兄弟嘛来赶紧来报名。恳求主透过安尼兴趣班，或者所参与的遐学员兄弟拢毋若身体毋若兴趣顶面有所帮助，伫咧灵命顶面嘛会当互主的话进入因的心中吼，互因有机会会当领受到上帝。第五，咱即句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咱同齐来读好无？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咱为了2月初4，主日要举行好会，兄弟同心来关心教会各种事工计划甲意向。第六，咱嘛继续祈祷吼，多祷告多有力量吼，恳求主来感动兄弟。踊跃来参加咱这个礼拜3祈祷会，用祈祷来点导咱迦南教会复兴的会吼，咱三角为了这来祈祷。主，我们为了教会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幕的时期的当中，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并且我们有不同的眼界来到这当中。主，我们看见的是迦南教会未来的10年，我们看见的是不同的迦南教会为的是要建造。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有合宜的对象，有合宜的对谈，有合适的机会跟合适的时间。谢谢你，谢谢神你掌权，谢谢主你开路。为了礼拜6的信徒讲座，还有礼拜天的许牧师的讲道，主啊，求你来恩膏这2位牧师的口，让他们透过信息，让他们透过信息，透过圣灵的带领，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能够来谢谢你兴起。谢谢主。我们首先要为教会的聘牧的事项来向您祈求，求主你带领所预备的牧者到我们迦南教会来，让未来的牧者能小会员以及我们所有的会友都有共同的目标与意向，传承兴旺教会，复兴我们迦南教会。在本周6，教育部举办信徒讲座，兄姐的报名非常的踊跃，也求神恩膏讲员陈伯志牧师，让他开启属灵的视野，激励我们复兴我们迦南教会。在下个主日，我们主日的讲道，我
们邀请到台北南港教会的前主任牧师许荣峰许牧师，也求主你恩膏讲员，使他说出的话句句炼净，满有圣灵的能力。在下个主日，也就是1月28号，我们社区关怀健康咨询，在我们教会1楼来举行，以及各兴趣班的这个课程也陆续的开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只要时间允许，都能够来参加。另外，在2月4号的主日，我们要举行和会，我们希望在所有的预算结算，我们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求主你来掌权。我们都知道，祷告越多，我们的力量就越大。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踊跃的参加礼拜3的祷告会，用我们的祷告来点燃迦南复兴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咱这当阵是咱彼此代祷的时间吼，咱2个啊3个吼，查甫也是夫妻也是女士，那同性吼，同性，咱2个还是3个人，好，安尼3个为着彼此来代祷吼，彼此来代祷吼，好。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继续来为了机体来祈祷吼。那这两天这几天吼天气真寒冷吼，咱保守咱每一位兄弟身体拢健康，特别是长辈或者幼儿吼有主的看顾，互因拢平安健康。为咱成立牧区的第二组的小新姐妹的先生哦，张良洲要装的内引流管手术以后会当恢复顺利，求主来保守看顾。第五组的志祥大哥车祸脚受伤吼肋骨闭溃哦，求主医治早日恢复健康。第五组的张娟老师落车时滑倒，脚痛痛嘛，求主医治。过来11组的冰秀兰姐，心中无爽快，住院吼，恳求主来医治。18组陈佑慧的爸爸陈武雄弟兄吼，有失智甲尿路的感染吼，即嘛伫中间住院治疗。青年牧区的子轩1月29要进行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吼，求主保守一切拢平安顺利嘛。圣神甲伊同在。儿童牧区是恳求主来带领帮赞牧区的东江老师有智慧，将囡仔吼来引带到主的面前，或者幼儿有听会当听的耳孔，会当讲的嘴，有领受的心，有活泼的灵吼。好，咱为着这来献上祈祷吼，为这献上祈祷。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了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为了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主啊，特别为了现在寒冷的天气，求主来帮助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腹部，我们的这个起床后的身体，这个特别的寒冷，求主你来看顾。我们为了冰秀兰，还有这个小青的先生张良洲，为了幼慧的爸爸，为了黄志祥大哥。他们的病痛，晓得神你都知道，所以求你赐下这个好的医疗的团队，让他们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仍然有盼望的心。也为了子轩在29号有一个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主啊，求你来看顾。也为了儿童牧区他们的老师同工都能够有智慧的把孩童引到主你的里面，主啊，让他们能够有听的耳，能够有一个领受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一样的事工当中，我们晓得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只是建造肢体，我们更多的是建造教会每一个人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弟兄上帝，你是大溃来的主，你嘛是阮生命的源头。阮每一人、每一个会友、每一个兄弟，身体顶面的欠安，主你拢了解。主你医治的困难临到每一位兄弟，互因的身体透过医疗团队适当的治疗，紧紧来恢复健康。伫个恢复中间，主你的平安甲喜乐甲因伫咧，互因伫个虽然身体有痛痛，但伊的心内有平安。互因这经历了搁一遍经历了主你的大困难，经历了主你同在的喜乐。阮恳求圣神你来看顾每一位兄弟，阮献上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大家起立，大家起立。芥菜中的信息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芥菜中的信息可以将大山挪开，
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好，主阿爸爸上帝，我先变献上感谢。主，阮相信，阮的祈祷你拢有听见。主，阮感谢你，主啊，你啊，搁一遍，互阮来经历着主你大困难，透过祈祷来领受对你来困难，你的对你来勇气，甲你对你来平安喜乐。主，阮感谢你，搁一遍祈祷，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多谢。